就嚟清明咯，今年幾時翻去拜山啊？星期五咯，星期五開始放假啊嘛，星期五？咁放到幾時啊？放到下星期二咯咪。我哋得3日，你哋放5日？係啊，咁因為兩地嘅假期制度差異，種類同日數都有唔同嘅。咁根據今年香港嘅紅假安排啦，耶穌受難日同埋第日咧，咁分別就喺4月3號同埋4號嘅。咁根據翻香港勞工法例嘅規定啦，星期日都係公眾假期嚟嘅，所以今年清明節又順延到4月6號啦。咁又因為撞到復活節啦，所以復活節嘅假期又順延到7號喎，咁咪有5日假期咁多咯。哦，內地呢邊假期咧就多數會以調休嘅形式嚟放假啦。咁今年嘅清明節係4月5號星期日，咁就會調整到4月6號嚟放。咁預週末咧就會有3日嘅小長假啦。咁有時就需要補班啦，比如話今年嘅5·1勞動節假期需要5月9號返工，咁先有5月1號到5號嘅長假期。咁其實兩地嘅放假制度咧都有各自嘅好處嘅，你更中意邊一款呢？未來灣區社會為大家介紹更加多有趣嘅灣區資訊，想知多啲，記得 follow我哋啦！